梁家傑議員，主席，今日黃毓民議員嘅議案或者李卓人議員嘅修正案，未必每一個人都可以同意，但係喺我哋面前的確要處理嘅係一個我哋會失去未來兩代年青人嘅一個危機。主席，就算我哋唔同意黃議員、李議員嘅議案，但係我想問下，會唔會願意係當佢哋係一個當頭棒喝、暮鼓晨鐘？真係諗一諗，而家出現咗佔領運動啦，出現咗雨傘運動啦，咁後佔領、後雨傘，香港又係何去何從呢？如果處理得唔好，我相信我哋就會失去而家佔領嘅市民當中15至25歲平均年齡嘅呢一代有創意、有承擔，而且佢哋係好高質素嘅優秀嘅年青人。唔通我哋就係靠董建華同梁錦松搞嘅呢個叫做團結香港基金，可以將今日已經好極化同埋撕裂嘅香港，人同人極之疏離、對立、互相指責嘅關係修補？幾日之前呢，我就睇到董建華就喺度講，就話我成立一個團結香港基金，咁咧就其中一個首要任務咧，就係要解決好呢一個佔領嘅運動。跟住壓軸發言嗰個叫梁錦松，梁錦松咧其實就我相信佢唔係年紀大我好多嘅，最頂籠都係大我6、7年。但係咧，點解佢嗰個即係睇嘢嘅角度同埋佢思想係同而家喺出邊佔領嘅學生有咁大嘅落差嘅咧？佢究竟有冇同理心嘅咧？可唔可以將自己設身處地，即係喺學生嗰個位置嚟到睇一睇，究竟佢面對嘅困厄係乜嘢嘅咧？佢有冇同情心嘅咧？可唔可以同情一下而家嘅年青人，再唔係好似梁錦松咁樣可以憑讀書可以致富嘅咧？佢有冇諗過而家啲年青人已經係要面對一個環境係同30年前嘅獅子山下兩碼子事嘅境況嘅呢？佢有冇諗過，當周永康、岑敖暉或者係周庭、黃之鋒聽到呢啲老人家，聽到呢啲政務司司長、特首講，原來守法就等於法治，唔守法就係破壞法治，法治蕩然無存啦。咁究竟以法限制公權，以法行公義，又去咗邊呢？我諗當呢幾位同學聽見梁錦松講，因為係一日都係嗰2003年冇咗立唔到23條，所以搞到今日香港咁啦，啲人可以亂收外國嘅錢。呢幾位同學，我哋未來嘅兩代人嘅代表，聽到
我諗真係捧腹嚟到大笑，又或者一個咁講都唔係好啱，可能佢笑唔出，可能係欲哭無淚至啱。咁梁錦松以為自己好厲害，就話：我第日咪咁咯，起啲屋俾你平啲賣俾年青人咪得啦。佢咪睇小我哋呢未來兩代嘅年青人呢？佢哋要係發揮嘅機會啊嘛，唔係俾你好似梁錦松呢啲60幾歲嘅人霸住香港繼續玩落去啊嘛，董建華繼續霸住香港嚟玩落去啊嘛，佢哋邊有機會呢？所以就算我哋唔係可以完全同意兩位議員嗰個議案嘅行文顯字，但係如果你仍然係用一啲屬於過去嘅心態，冇同理心、冇同情心咁嚟到睇香港而家發生緊嘅事，香港注定繼續沉淪。根本而家呢個佔領運動就係一個過去與未來之爭，好似董建華、梁錦松嗰啲完全屬於過去嘅，佢就話要為未來解決問題，情何以堪？主席，我真係好希望今日黃毓民議員嘅議案，令到我哋嘅議會以及社會都能夠明白，而家我哋處於一個歷史嘅轉折點，亦都係一個影響香港同埋中國未來嘅關鍵時刻。就算你唔做全民制憲，你都一定要拎出你嘅同理心，拎出你嘅同情心，去為香港未來嘅兩代人去諗一諗，去設想一下。我希望今日呢個辯論起碼達到呢個效果。